甲身边兄弟姊妹讲，感谢主，今仔是出这个好天气，哎，今仔是出这个好天气，啊，感谢主的恩典，辉煌哥高早，平安啦。感谢主的恩典啊，这是上帝疼痛的大家庭，伫个祝福甲看顾内面，咱经过的日子得到平安。风台过去啊，上帝恩典一直拢伫咧。虽然还阁有一寡爱福建的所在，总是咱感谢主，因为咱无拄着过头恶担当的代志。总是咱爱疼惜这个土地，为上帝所赏赐咱这块土地来感谢，为了上帝保守咱的日子来感谢。总是咱得到祝福，是为着要咱得到上帝的祝福，是要成做别人的祝福。这是上帝拯救咱，咱会发这样代志。当咱若是和人有正确密切的关系，迄个活命就会愈来愈水，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喜乐。所以呢，咱感谢主的恩典啊！来，咱各甲身边兄弟姊妹讲，感谢你陪伴我行人生的路，甲伊讲。陪伴我行人生的路，阿免。咱同齐伫主的面前来献上感谢，为了今仔日，咱会通组织伫上帝殿中来感谢。为了上帝赏赐予咱雨水感谢，赏赐予咱日头感谢。为了上帝赏赐予咱有一群彼此相挺、同行天路的兄弟姊妹，开声来感谢，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赐平安的主上帝，你赐予我的是遮尔多的恩典甲疼痛。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的赐福，阮得以徛起伫这个土地。主啊，因为你的恩典，阮所以领受活命的祝福甲疼痛。你有应允阮，互阮会通诚侪正人的祝福。你看顾，你保守，你引带到如今。邀我万米对你得到仰视，互阮的心，互阮的灵欢喜快乐，互阮高跳伫主你的面前。主啊，你教阮三甲同在，将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你的疼，你的祝福，丰丰富富赏赐伫你百姓当中。为了你的百姓会通三甲做伙自接倒转来。主啊，你继续吸引因带，主你的名伫这个所在受高举，耀华的名受见证。感谢主，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继续引带阮，赐恩伫阮，哈利路亚！至圣的主上帝，我要感谢你的疼痛，你的祝福。到如今，你是以便以谢的主上帝，到如今龙邦掌管。主，我要感谢你，因为万米对你得到活气，你的恩典、你的信息、你的慈爱，是阮活落去的保证。主，也是阮伫这个地面上徛起的日子，因为你的信息慈爱。所以，阮拄着代志，阮有倚靠，阮知影有上帝你的同在。主啊，你继续引带阮行前面的路站。主，阮今仔日来到伫你的殿中，同齐伫遮组织敬拜。圣灵，阮感谢你引带阮进入耶和华的殿中。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为着阮过去所犯一切的过犯甲罪恶。基督，你正着保血洗净阮，互阮今日也会当有恩典徛伫你的面前，为这阮来感谢。主，你赦免阮拢总的罪过，医治阮一切的疾病，互阮伫主你的面前，灵魂体拢是勇健精神的。亲爱的爸上帝，我们将一切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因为你创造万米。万米对你得到荣光，因为你赐恩伫大地，大地因为你充满生气。愿上帝，你伫阮当中得到应该得的荣光。愿将上赞而乐荣光感谢拢归予你。圣灵，愿阁再一届恳求你来引带阮、运行阮，伫阮当中得到你应该得的荣耀。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感谢你的救赎，感谢你恩典的同在。愿同齐献上感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江伟英来报告。
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今仔日又阁是美好的日子。消息报告，今仔日为年度宣告募款的主日，敬请今年度日本邀请日本第一宣队同工分享见证，敬请兄姐有备心奉献，并一同关心希望教会宣告时间。第27月16到18，拜3到拜5，南部教区儿童夏令营伫南内教会灵修园区举行，请兄姐一同为儿童时间守望代祷。并有报名参加营会小朋友，请伫7月16上午8点伫教会集合出发。第3，8月7号礼拜6 10点到下晡5点，国家祭坛伫安乐圣教会参加直播聚会，敬邀兄姐参加，同心为国家祭坛守望。第4，8月12、7到12，要拜日到拜二，南部教区信徒灵修会主理我是啥物，要做啥物，讲员是廖伟李生牧师，地点三拉溪大饭店，报名到今仔日截止。要参加者，请向牧师报名。第5，8月25到29，就是要拜1到拜5，举办敬拜培训的营，地点伫活水教会。有意接受装备者，请到招待桌索取营会资料。以上报告，敢有补充报告？这时，咱请敬拜团。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咱三个做伙来敬拜上帝。哈利路亚！来，互伊一个5000万的微笑。来，甲伊笑一个，来，甲伊笑一个，谢谢，感谢主恩典。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有讲袂尽的恩典。咱三个做伙起立，同齐来吟唱：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的心，我的王，我要尊重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要每日应时，我要永远乐乐。你是一大康受大乐。我的心，我的王。我要尊重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要每日应时，我要永远乐乐。你是一大康受大乐，万世万代拢要学了你，要保佑你万年作为。传播你威严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万世万代拢要学了你，要保佑你冠冕作为。传播你威严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我的心，我的王，我要尊重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要每日应时，我要永远乐乐。你是一大康受大乐。我的心，我的王。我要尊重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要每日应时，我要永远乐乐。你是一大康受大乐，万世万代拢要学了你，要保佑你冠冕作为。传播你威严
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万世万代拢要学了你，要保佑你冠冕作为，传播你威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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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咱同齐开声来感谢上帝，因为伊赦免咱列祖的罪，赦免咱的罪，赦免咱拢总的过犯，并且应允圣灵要来引带咱，求主来引带咱，互咱倚靠圣灵赢过软弱，靠主来得到圣灵中的喜乐甲自由。同齐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恩伫阮的心上。你将着丰富的活命赏赐予阮，我们感谢主，因为你的疼伫阮的心上成就。主啊，我感谢你，将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你赦免阮列祖的罪，赦免我的罪，主我得罪你。主啊，伫这个活命的过程内底，或者是贪欲的心，或者是欲望的这款的浮现。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搁再一届。用主基督的保护，纪念基督的保护为我所留，纪念主你的疼，永远的疼，用如切草洁净我，用基督的血洗净我，我伫主你的面前领受阳光、稳定甲疼痛。伫你所定着的日子，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阮讲是耶和华，因为你的主爱，你的信心，要甲你的百姓三甲同在，所以阮将一切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你是疼痛，你是信实的上帝，主你应允万邦万国拢要来学乐你，你又搁讲是，阮着开喙学乐你。学了你到天光，因为阳光要临到这个地面上，因为你的主爱信息要伫这个土地来永远显明，阮活伫你的喜乐，活伫你的平安的内面，献上阮的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我开嘴，我要学了到天光。因为求出阳光，今日就要临的你，我免跳跳，我心欢喜学了主，基督救恩，今日就要临地上，用见基督天性敬拜，予我主上帝，天的万邦万国拢要也双手学了，哈利路亚，阳光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我要开嘴，我要学了到天光。因为救主天光，今日就要临的日，
我心着跳，我心欢喜学落厝。基督求阮今日就要啉地酒，用敬基督虔诚敬拜，哦，我主上帝。天的万邦万国拢要也双手合落，哈利路亚，荣光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我要开嘴，我要学落到天光。因为救主荣光今日就要临地里，我心跳跳，我心欢喜学落厝。基督求阮今日就要啉地酒。用敬基督虔诚敬拜，哦，我主上帝。天的万邦万国拢要也双手合落，哈利路亚，荣光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着，请兄弟来。我要开嘴，我要学落到天光。因为救主荣光今日就要临地里，我心着跳，我心欢喜学落厝。基督求阮今日就要啉地酒，这声来，用敬基督虔诚敬拜，哦，我主上帝。天的万邦万国拢要双手合落，哈利路亚，荣光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着，请姊妹来。我要开嘴，我要学落到天光，因为救主荣光今日就要临地里，我心着跳，我心欢喜学落厝，基督求阮今日就要啉地酒。这声来，用敬基督虔诚敬拜，哦，我主上帝。天的万邦万国拢要也双手合落，哈利路亚，荣光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我要开嘴，我要学落到天光。因为救主荣光今日就要临地里，我心着跳，我心欢喜学落厝。基督求阮今日就要啉地酒，用敬基督虔诚敬拜，哦，我主上帝。天的万邦万国拢要双手合落，哈利路亚，荣光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用敬基督虔诚敬拜，哦，我主上帝。天的万邦万国拢要双手合落，哈利路亚，荣光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用敬基督虔诚敬拜，哦，我主上帝。天的万邦万国拢要双手合落，哈利路亚，荣光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哈利路亚，荣光归主。因为今日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亲爱的兄弟，请坐。感谢主，伊是疼痛的上帝。人生有真侪艰难困苦，但是主应允伫伊内面，咱有真实的平安。虽然咱会拄着苦难，但伫伊内底，咱会拄着稳定疼痛。伊的信息是咱大细的盾牌，倚靠伊，咱的心就有快乐，就有力量。人亲像船只伫海中浮沉，但是耶稣基督是咱
永远的可欢。若是越头看，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惊。风影这呢大，何时才会停线？想要赶紧来可看，要对倒位行？自从听着耶稣的声，你讲是我不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入心肝，不敢放我这孤单。披露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可欢。若是越头看，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惊。风影这呢大，何时才会停线？想要赶紧来可看，要对倒位行？自从听着耶稣的声，伊讲是我不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入心肝，不敢放我这孤单。披露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可欢。若是越头看，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惊。风影这呢大，何时才会停线？想要赶紧来可看，要往倒位行？自从听着耶稣的声，伊讲是我不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入心肝，不敢放我这孤单。披露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可欢。请姊妹来，若是越头看，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惊。风影这呢大，何时才会停线？想要赶紧来可看，要往倒位坐声来？自从听着耶稣的声，伊讲是我不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入心肝，不放我这孤单。
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请兄弟来，若是越头看，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惊。风迎这呢大，何时才会停煞？想要赶紧来靠岸，要往倒位？这声来，自从听到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入心肝，毋敢放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自从听到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入心肝，毋敢放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自从听到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入心肝。毋敢放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自从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入心肝，毋敢放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自从听到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带，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入心肝，毋敢放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岸。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是你引带阮，互阮无惊吓。因为你赢过所有的风影，所以阮就是伫上危险的时阵，阮也开嘴讲：主啊，救我！你就伸手，甲阮对苦难中牵起来，互阮会通行伫海面上，是一个新日的开始，是一个救恩的开始。主耶稣，你疼阮，唔甘阮这么孤单，你用永远的疼阮，用你大权能保护
因着你的疼，圣灵亲自来到阮当中，赏赐恩赐，因带阮进入真理，明白圣经，互阮因为圣灵的引带，阮照上帝你所讲的真理来行，阮的活命充满真实的平安、稳当，伫你的内面满有福乐。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唔甘放阮遮孤单，所以你亲自陪伴阮，享受圣灵的喜乐平安，互阮的人生因为甲主你同行，满有喜乐，充满疼痛，领受祝福，并且阮也分享这份疼、关怀、平安伫阮身边的人，互阮通过服务人，互阮通过疼惜人，互阮通过陪伴人，伫这一切的事上，甲主你的名见证出来，传扬开来。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将颂赞、感谢、荣光拢归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同齐来上读诗篇23篇，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因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伊互我的灵魂静养，为家己的名，因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竿，拢安慰我。伫我对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互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恩惠之爱对着我，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免。感谢主，因为伊的主爱永远伫地，要引带咱进入伊的丰盛。下面咱用启应的方式来交托敬拜咱的主，顺叹伊的话。我的心啊，你着爱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爱称颂耶和华。伊赦免你的一切罪孽。伊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伊用水面，互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天离地河顶的悬。东离西有偌远。父亲怎样认识伊的儿女？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近古到永远。伊的公义也归伫行行顺顺。阿免。愿上帝赐福每一位听叹伊话语的百姓，互伊的恩典甲能力充满伫咱当中。下面咱要三甲做伙来读《使徒行传》第16章69、34节，以周报的第4面。经文有较长一喙啊，总是咱三甲做伙同齐来上读。周报第4面《使徒行传》16章79、34节。咱三甲做伙齐声来上读，请。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因想要往伯推尼去，耶稣的灵却无容允，
因就搬过每西亚，落到特罗亚去。伫夜间有异象现予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徛咧求伊讲：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阮。保罗既然看见这个异象，阮随时想要往马其顿去，因为上帝调阮传福音，互遐个离个人听。对安尼，对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列。第二日到了尼亚波利。对遐里来到菲律比，就是马其顿这个所在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阮伫这个城待了几日，当安休日，阮出城门到了河边，知影遐里有一个基督的所在，阮就坐落来，对迄聚会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或者鲁迪亚。是推雅推列城的人，素来敬拜上帝。伊听见了，主就教示伊的心，互伊斟酌听保罗所讲的话。伊甲伊一家既然领了洗，就求阮讲：恁若掠做阮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厝里来住，对安尼强劳阮。后来，阮往迄个基督的所在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阮的面来，伊互乌鬼所附，用法术，互伊的主人大得在哩。伊军队保罗甲阮话着讲，这个人是至关上帝的仆人，对恁传讲救人的道。伊一连坐日安尼喊话，保罗就心中厌烦，当心对迄个鬼讲。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对伊的心上出来。迄个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见到得利的指望无了，就扣掉保罗甲西列，诱因到市上去见首领，佮带到官长的面前。官长吩咐剥了因的衣裳，拍了真济棍。就将因落伫家里，吩咐禁足严紧看守，禁足叫人摕顶来就跳入去，行行行行，拍伫保罗西列的面前，又搁带因出来讲：两位先生，我着怎样行才会通得救？因讲：着信主耶稣，你甲你一家拢要得救。因就甲主的道讲互因甲因的全家的人听。迄一暝，伊甲属乎伊的人即时拢受了洗。对安尼禁足带因上家己的厝内面去，甲因摆上饭。伊甲全家因为信了上帝，拢真喜乐。阿免。感谢上帝的听堂，互咱教会会通伫即个时代。来服侍真济的教会顶礼拜的时阵咱的教会即个咱的团队甲牧师娘去到伫哪来即个哪来灵修园区，伫遐参与服侍即个青少年人。了伫即一礼拜咱搁要再一届承办即个南部教区的主日学夏令营，所以今仔日即礼拜也要三甲做伙。去到伫即个哪来灵修园区拜三、拜四、拜五3日的行程咱动员真济遮个老师咱感谢主，互咱会通伫即当中三甲做伙有份约。了，咱伫7月28甲8月初5咱也要到伫日本东京中华基督教会。三甲做伙伫遐有一寡的地宣求上帝亲自施恩引带咱。所以咱今仔日为着即个上帝互咱的稳定甲听堂，咱三甲做伙来邀请咱的团员，就是陈秀娟姐以及詹贵珠姐，要甲咱三甲做伙分享因参与地宣三甲做伙有份伫上帝讲的心情，甲一寡见证的分享，
所以咱下面的时间就要来交予授权者甲贵族者。咱首先来邀请授权者，咱拍鼓来欢迎伊。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上帝，互我有机会同遮甲大家分享，我是安怎会参加即届日本的团宣，到目前的准备。其实旧年暑假的时阵，小雅师母因有倒来台湾，有来到教会，分享因一日本牧会，甲因的生活的情形。迄当阵我听了就足感动。就想讲，也有机会，应该去日本的教会，甲因探访、关心一下。无想到到今年2月底，我参加教会同工退休会，竟然就听到牧师讲，今年会去日本做短宣。我迄阵就感觉足奇妙，感谢上帝，知影我心内所想的。我会记得是4月13迄天吼，就确定要参加。迄天就买机票啊。对6月开始，少伟传道就通知阮参加的人，阮利用礼拜6的下晡啊，伫教会3楼，大家开会讨论活动的内容，甲工作的分配。即届我有负责一节课的绘本教学，嘛有靠梦纯传道配搭一次的敬拜跟带游戏。虽然活动大家分配拢无共款，毋过其实活动的进行的时阵是大家拢爱做伙参与，要互相协助。大家因为即届是儿童的营会，所以嘛是爱练习唱儿童的诗歌，甲记动作。大家我看大家拢做认真来练习。准备了，阮为7月份开始阮就爱甲实际阮准备的内容，就爱实际的演练一次，互大家知影讲活动是安怎进行，然后看有啥物需要改进的所在无大家拢做认真准备，就是希望讲会当互参与的遮囡仔会当有做侪收获也有很美好的回忆。因若倒去学校，会当跟伊的同学朋友分享讲因参加的心得，嘛毋忘会当去更较侪囡仔，甲因的家长会当来到教会认捌上帝。我是感觉上帝也要用我，伊拢知影我欠缺啥物货。旧年我参加狮子乡的短宣，主要是一探访队，无探访的时间，阮较协助儿童的事工。今年那个日本的短宣主要完全是以儿童营会为主感谢梦纯传道我从今年2月开始，我有机会伫咱教会儿童主日学遐观摩学习，因为我是感觉囡仔去到学校，甲来到教会，因的心态上可能有些不太一样。我伫儿童主日学看到校长甲各位老师因真正足有耐性的，嘛有很大的包容力，这是我的学习的。另外，我要感谢慧玲姐上帝用伊来鼓励我，互我较有勇气报名参加这届日本的短宣。感谢上帝愿意用我这个软弱又小心的人。我嘛恳请各位兄姐会当为短宣祷告，恳求上帝会当互活动都顺利圆满完成，嘛使互阮有健康的身体，会当为主做工，然后保守看公阮出入都平安。我的分享就到这，谢谢。感谢这位文典对着会当三甲做伙来关心这个日本的短宣的事项。虽然上帝会有备咱阮咧准备这个短宣的时阵为这短宣祈祷
迄阵啊，就是为着地选祈祷为着地选的日本的这宣教的囡仔吼，咱去因教会东京中华基督教会。了后，阮就伫个所在祈祷讲吼，要有30位的学生嘛吼，一直为这个代志祈祷，无一逝路遐远去吼，望会当搁较侪的囡仔来得到祝福。了后时阵文管这甲阮提醒，文管团队甲阮提醒一项代志，伊讲，咱若用心准备，上帝就会甲人款伫遐。所以求主帮助咱，也请咱大家继续为着地选的团员来祈祷。下边的时间，咱就要交给贵主者来甲咱分享，谢谢。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歹势，可能有小可有一寡人袂捌我我大部分拢毋捌认捌你。我无啥会晓讲台语所以我用国语来讲安尼我是曾贵珠我出生伫云林二伦，大部分时间拢伫外口，拢伫北部咧走，来台南玩要10年足紧的。我是2000年11月13号受洗的我伫台北的迄个基督教会受洗的，是一个宣教教会。我受洗了，我住桃园住在桃园的一个信义会永生堂那边。那时候我就是第一次。真的是觉得说，看见在教会晚上在教会的时候，看见有人在上课，我那时候就想，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还可以专门的去学习认识上帝这样子，然后我就要求那个牧师说，我可不可以去上那个课？他说不行，第一次他不行，隔年再来。所以我上了2年的时候呢，上帝又呼召我，就告诉我说，你不要在这里上了，你要再去考另外一个神学院。后来呢，上帝就带我到卫理神学院。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不是我念书念得多厉害，而是我一直都在经历神。然后到卫理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等了很久，然后考上以后，然后就是也不是等很久的意思，就是当我预备1年以后，我考上以后，然后那时候院长面试的时候，院长就问我那个学士就是学术已经通过，然后就是面试，然后面试的时候，院长问我说。就戴君南牧师他问我说：“你一个女生，然后你又是单亲妈妈，你带着一个小孩，你怎么来上？我们有2天要住在学校。”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说：“如果 OK 好，如果呢，上帝要呼召我，那个就是他的事情了。所以这个是我第一次经历这个很大的神迹，在我3年的求学过程当中的话。”上帝一直为我预备这样子，后来呢，又因为学校的就是经历一些风暴，然后我又跟着戴君南牧师到台湾教牧心理研究院，又重新再创立一个神学院这样子。那人数是很多的，很快速的成长，因为很多的教会都很需要教牧咨商这一块这样子。好，所以我就感谢神，就是说，现在的话就是在等候神下一个目标，下一个带领这样子。同工下一张，谢谢。那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教会呢？这个是很特别的机缘，因为我之前在基金会服侍，然后就需要办一些活动，然后我在办一个感恩活动的时候呢，我就想，那我没有资源怎么办？那我就找那个林佳玉姐妹，她从桃园到台南来，结果因为癌症就掉在台南了，然后。就经历了很多的神迹，然后医治这样子。他现在已经回天家了，我感谢主。然后他介绍我有一个弟兄呢，就是跟吉呀，他说这个人很热心，他绝对可以帮到你的。然后他说好，我帮你找师母这样子。那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就是当然不会放弃所有的资源这样子。然后跟吉呀呢也被我拉到那个就是那个社团建兴国中的社团。我请他帮我，去给学生勉励鼓励这样子哈，所以给学生一个做榜样。因为那时候在建兴的社团，我是带那个 NGO 的那个概念哈，英法组的需要的部分，不让学生去学习这样子。然后后来认识师母以后呢，师母是很贴心、很热心，让我完完全全感受到满满的爱。所以我后来呢，就是在选择休息的这一段时间，我就来到安乐圣教会这样子。然后
因为师母也带了很多弟兄姐妹去支援我那一个感恩音乐会，然后也很多的，就是说家长他们听到很感动，他说哇，这个才是真的音乐会，然后有见证，然后又有音乐可以欣赏这样子，所以是很棒的。好，通过下一张，谢谢。然后呢，2000年呢，我在受洗完一个生命开始的经历以后呢，我在信主以后就开始经历学习的挑战，因为我自己带了孩子，然后那时候这一方面被神医治，一方面呢就是接受装备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相信神，然后又学习关于就是教牧之上还有神学的部分，然后还有学习怎么服侍。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个性，然后一走出去的时候就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人，就是会不一样那样子。然后也经历就是说信仰的生活的部分。那我在宣教的，就是短宣的那个经历呢，有去中国2次，然后去日本，连这一次就2次这样子。好，那我每一次呢去短宣呢，我都会很特别的感受到那个经历上帝给我的礼物这样。那第一次呢，就是经历哇，原来有9点半才天黑这种事情，然后12点可以吃晚餐，然后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在格尔木这样子。那也是我第一次经历到，原来听福音这么辛苦。他们用那个小灯泡，5烛光的那个灯泡，然后在一个小房子聚会这样子。因为如果太多人的时候，有时候会被就会有人来查房这样子。然后第二个见证就第二个的话去四川。等一下，我看，第一个去青海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在差不多100个人面前讲那个家庭的分享这样子哈，这个也是很棒的经历。然后有很多人就是第2天的时候找更多人来这样子，他们很渴慕，也很想得到一些帮助这样子。然后第2次去去四川的时候呢，那一次呢，我感谢主让我有预备，就是带了台湾的那个中立苏打饼干，好，然后再随时放在包包这样子。然后接待我的家庭也给我会准备，每天早上都会给我准备水煮蛋那样子。然后有一天那个就是我忘记第几天了哈，我跟着那个台湾的宣教士，就是我们要去探访一个家庭，这个是很深刻的，就是因为我们走了2座山，然后到了回程的时候呢，我说那请问一下那个姐姐我们要吃什么？她说没有，我没有准备食物。我说那怎么办？好，还好我包包有苏打饼干这样，还有2颗蛋，那我们1人1颗就解决了那1包饼干这样，然后就走回来这样子。那去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但是在那边的时候，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因为地震全瘫的姐妹，她先生剩1只手，然后那1只手呢可以撑起整个家，就是把他太太抱出来，坐在轮椅上，然后他太太全瘫，但是每一天坐在轮椅上，就是跟路人打招呼，跟他们说耶稣爱你。然后为什么我会去看他？我知道，因为我去看到他的时候，他是躺在床上，棉被盖起来，不想理我的，也不想跟任何人讲话，因为他很沮丧。他说他每天坐在那边路边跟人家打招呼说耶稣爱你，结果路人说如果耶稣爱你，你怎么会这样？对，所以他很沮丧。后来我去看他的时候，我说上帝让我来，虽然我知道你现在不相信我，但是我搭了2趟飞机，然后又搭了2个小时的车，又搭了半小时的3轮车，又走了2座山才到你这里来。然后他就把棉被掀开，他就听我讲，我就读诗篇给他听，读23篇给他听，安慰他。后来他跟我聊一聊后，他就说好，那我要出去跟我的先生一起跟你们讲话，跟你们分享。然后就这样，他先生就单只手臂来把他抱出去这样子，对我很感动。然后再来去日本的时候呢，那一次去日本竹坡的时候呢，等一下，四川还有一个见证没讲到，不好意思，我眼睛看不到。就是在那个最后1天的时候，我留下我的旅费700块给那个家庭接待我的家庭，然后我是暗暗的做，然后让他的女儿知道而已。结果那个妈妈陪我去车站搭车，然后回程的时候，他就打电话告诉我说，你透过我女儿给我这一笔钱，你知道吗？这个是刚好我丢掉学费的数目700块。人民币，对，所以我觉得，上帝很奇妙，都会透过我去完成他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子哈。那再来去东京竹坡那一次呢，也很特别。第1天礼拜6的时候下午，我们做凤梨酥，然后
我就顺便呢就邀请他们说，明天我们有唱诗班，你要不要来听这样子？然后他们说好啊。他们好得很爽快，然后我就跟牧师讲说，牧师他们明天要来哦。然后牧师说真的吗？对，因为那3个大陆的博士生，他们要骑30个小时的脚踏车才能够到教会，所以牧师觉得我邀请他们来很不可思议。我后来知道这事情，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我很感动，他们来了，他们愿意听福音，愿意跟我们一起主日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这一次去日本的时候，上帝要为我预约什么礼物，但是大家可以一起见证这样子。好，下一张，谢谢。然后每一次呢，就是说我的领受，我觉得是上帝给我的礼物。那我为什么会参加这一次的日本行？我很感动，因为在祷告会当中的时候呢，上帝就再一次恩膏我就好。那上帝如果我等一下祷告会结束，我问牧师师母，如果他们一口答应我说好，你可以去，我就说好，我愿意这样子。那当我愿意顺服的时候，上帝就开始与我预备礼物了。礼拜5小组的时候呢，就得到机票。这短短几天了，礼拜3上帝告诉我要去，然后礼拜5我就得到机票了。对，这是上帝给我的礼物。然后我去台北去看我女儿，然后顺便办护照的时候呢，上帝又为我预备护照的钱。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还在等待住宿费跟食物费这样子。我相信，因为我昨天还在想说，上帝我要不要做些什么？上帝说不用，你什么都不用做，因为要经历它。对，我就很感谢上帝，因为宣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礼物，那对大家也是，因为我很喜欢在这个教会。除了喜欢牧师师母之外，我也很喜欢弟兄姊妹，就是大家很热情、很温馨的那个感觉。而且重点是，这个教会是宣教的教会，所以当我知道城南圣教会开始的时候，我很感动。我觉得哇，神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对，我觉得有一点啊，怎么会这样子？对，我就好像觉得浪费时间，但是回过头想想，上帝让我每一个经历都是在累积。给我存粮，就是存子弹的意思，这样子，我觉得很感动。那我自己就是说，不管在培育门徒，或者是我自己在信仰当中，我的根基就是马太福音6章3节这样子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因为其他的事情不是我烦恼的，所以我为什么能够回应卫理神学回应那个戴牧师这样子？因为我已经知道。我的生命在神的手里，我们的一切都在神的手里。赚多少钱也是在神的手里，花多少钱也是在神的手里。我没有什么好去夸口的，只有夸神是我的主，是可以帮助我的。那我也希望大家呢都有机会能够去拆上帝的礼物。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不管膝盖痛、手痛、头痛，我觉得都会得医治，因为。走出去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就不在于说，神我需要什么，而是上帝你让我看见什么，什么惊喜的，我很快乐，我想要去得到，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对，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旨意被召的那个人。罗马书8章18节的后面那一句，常常前面记得，后面这一句就忘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旨意被召的那个人。好，那不能去的姐妹，我们就一起祷告，因为你们的祷告很重要。好，特别是就是说，牧师他有好几场要讲我听到他有好几场，我只讲一场，我很开心这样子。对，感谢主。然后少伟传道还有孟纯传道，他们都很辛苦，我们都需要。然后你们的祷告呢，就可以让我们去祝福到每一个来到我们面前的小朋友，还有那些大朋友，我们可能不认识他，但是。因为那边华人区，他们很需要福音，是渴慕的，所以我们都需要去给他们祝福，这样子。好，下一张。那这一次短宣呢，我是负责那个第5单元就是最后的勇敢。好，然后我希望呢，就是为我祷告，就是能够讲得清楚，然后不紧张这样子，然后小朋友能够听得懂，然后他们也愿意打开心门，能够真的认识上帝，接受上帝。好，因为我们有5天，然后9天嘛，然后到最后是那个牧师讲道的部分，希望他们都能够带家长一起来参与这样子。
然后这过程当中，每一个同工都要身心灵强壮。好，然后大家都是很合一的这样子，我们才10个人的呀，所以是铁定的合一这样子。然后需要大家的祷告这样子。然后我们日本团很认真，少伟传道很认真，孟伟传道很认真，牧师很认真，师母很认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认真这样。我们就是接下来就交给神这样子。然后我们真的是需要为牧师特别好好祷告这样子。好，下一张。那个照片可以点下去。好，这个是我稍微简单几张，每一次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照片点下去，它会跑。没有，他没有。OK， 好，没关系。就是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呢，那每一个负责人就是要开始上台练习讲这样子，然后要预备游戏，预备一些连结的东西这样子。那就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预备妥当，让我们预备得更好这样子。好，这个是需要大家为我们祷告，我们的活动都是合神心意的，然后让我们所出去的每一次都是合神心意的，然后出入平安这样子。好，谢谢。好，感谢主，谢谢。我突然今天发现贵珠姐很适合做这个叫做什么？推广员呢？对，我听了这样的一个见证啊，我之前的时候没有听过贵珠姐的分享，我是爱讲台语，唔是讲国语。客话伫遮嘿，阮遮有一个客宣呢，客家宣教士嘿，这里嘿。人伊甲因兜宣教呢，感谢主，因妈妈准备要说你啊，所以感谢主的恩典。我若听到后了时阵，我发现我建基兄真正是宣教的建基兄，你敢知嘿？足好宣教，伊去到倒位拢会，伊就是含因的朋友做伙食饭含遐迄落因的社团还是啥物人做伙食饭的时阵。建基啊，人讲无我大声做一个祈祷，安尼敢毋好无请啥物人起来祈祷安尼，所以建基是一个宣教的建基兄了后是拄仔贵州咧分享的时啊，我想着讲你讲伫5节的迄个电话铺的下骹面咧做礼拜80个人100个人，我就想讲迄阵咱教会就去即个云南大渡贡迄个所在遐的时阵因遐的兄弟姊妹真正是安尼。我甲讲电话就安尼遮细拍尔，5节的我真正是5节，就安尼暗嘛互你看有路安尼，你后入去做礼拜，暗时才咧做礼拜，8点开始做礼拜，才有到10点外安尼。我甲伊讲你遮晚，伊讲哎呀，我们这里都这样啊，咱10点就要困啊，到遮来人8点外才开始做礼拜呢，规工足无用安尼。但拄则我咧听贵州的见证的时阵，我嘛感觉真有意思伊讲你讲我有的时阵我甲你讲一个代志，就是你定足赶紧足着急嘛无一定真正讲有靠路用啦。迄阵咱即届去日本第三队的买机票是 AVA 长荣咱讲中营嘛对，长荣航空中营航空嘛对。阮就买机票，因为迄阵有机票暑假的时阵伊讲迄个旅行社甲阮讲暑假的机票差不多爱18000到2万左右。迄阵伊甲我报价报2万，我就想好甲2万，我就家己去迄个航空公司看。结果的时阵我阵买的时阵才有18000桶，就买18000桶。了后，所以我就讲甲阮同工讲赶紧来买机票，就18000桶。结果是没有18，我去看。了的时阵就买的时阵买好的时阵我就想讲即马贵州要去买机票对毋对？我就想讲伊可能19000到2万走袂去。结果你敢知伊买偌济？当伊上帝甲伊备办，伊买偌济呢？伊买15000几尔。了的时阵我阁甲你讲一个代志，尾我就唔愿，你知无？我去看卖无阁家买一张看会当安尼较平衡的无？10块甲1块安尼，你知无？结果毋是，结果毋知安怎。我去看的时阵，机票就是2万1啊。
就足奇怪，是安怎贵州会当买到15000，啊了后，佫去着佫20000啦，安尼听有无？所以吼，你紧张哦，实在讲哦，原来是啥？原来毋免遐紧张啦，就是到尾手的时候，上帝像贵州讲的吼，就是上帝甲你陪伴的吼，甲你紧张哦，其实还是佫有差的啦吼。所以求主帮助咱啊，伫遮个代志。啊，怀疑有没有同班哦？哎，贵州你无甲阮坐了，无共班呢？好啦，无共班你才过来拍算啦。OK， 好来，咱来看哦，圣经内底今日咱所读的圣经马其顿教会，马其顿教会需要帮助。哎，爱安怎需要帮助啊？咱会当三个做来看。新约的时代哦，马其顿哦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啦吼，大概是伫今仔日的希腊的北部。啊喏，这当中吼，伊马其顿这个所在吼，有非常济吼，这个丰富的产物啊，有木材，佮有各种贵重的金属、金甲银，原来有哦，铜甲铁原来有。所以啊，伊是这个所在，因为这个产物非常的济，所以定定发生战争哦因为安尼也三不五时哦，都会定定有真济艰难困苦的代志。也因为安尼吼管较袂着，所以政府官员其实为非三者所以人来咧讲什么是王法，我就是王法啦，安尼了所以马其顿这个所在其实非常大的困难伊有真济信仰过去传统的希腊的宗教以及这个铁学嘛有罗马的宗教，还有地方区域的这的神明。所以有真济的这无共款的所在，是一个非常复杂，但是又阁是一非常一个富庶好野的所在。但是好野散，原来差足济。这是伊大概的地理你也看黄色迄个部分这是搁较看面正平面迄个所在是土耳其，那倒平面迄个所在呢是希腊迄个所在马其顿就是伫希腊下骹面迄个所在遐这顶悬迄个所在歹势搁再来就今仔日这个所在，遮大概就是马其顿这个所在。那在这当中马其顿共和国甲马其顿是无共款。马其顿是这当中这大地拢总算是马其顿共和国是其中的一个小块的所在呢。好，那么马其顿的这个教会咱也是斟酌读圣经的时阵，你会发现咱今仔日所读的就是讲马其顿伊是受竞选、受宣教的教会。但是马其顿教会买手的时阵因渐渐勇行起来，因成做一个有信心、真慷慨去帮助别人的教会。了后，伊不但是帮助教会也有一个帮助教会真济这的牧师传道人。但是咱今日干那要讲第一点这个部分尔。咱伫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内底讲到，因原本是要去美西就是土耳其顶迄方面挖东边去，但是呢，上帝甲因讲因忙为平过，甲因讲爱为倒平面过。那么其实当中呢，因就伫个所在讲请恁过来帮助阮。那么帮助是啥物帮助？咱对着圣经下面来看的时阵，其实有4种的帮助，就是超侪真道的人互主得着，了后伫当中有遮邪灵，但是伊迄个权势受刷开去，社会风气得到更新。并且上帝伫当中，互惊吓变做喜乐。圣经伫这个所在讲，阮迄个时阵看到马其顿人来徛咧，来求阮讲，求你到马其顿来帮助阮。保罗看到这个异象，所以阮就往马其顿去，掠做迄个所在的人。上帝爱阮传福音互因听。但是这个所在以为掠做，毋是讲我掠做你今仔日来。我看到某米人要今仔讲加讲伊今日要来做礼拜，结果我伫门口等伊等足久，结果伊拢总无来。我甲伊讲，你较会无来？了伊甲我讲，知我甲你讲，我要去，但是我讲我若是有时间才去，我就甲伊讲，我掠准讲你一定会来，这叫做掠准还是以为？但是圣经内底所讲的掠准这个代志，毋是安尼讲。这个掠准的意思是讲，阮经过祈祷，确实知影上帝就是爱阮去迄个所在。所以今仔日咱去宣教，毋是我想要去倒位，是上帝爱咱去倒位。所以毋是
拍咱家己的拍算，是超出上帝的心意。那么伫这当中啊，咱谈拄则有讲因伫迄个所在啊，伫遐呢，迄个马其顿人讲，请恁过来帮赞阮。什么是帮赞呢？帮赞伫这当中来看到，迄当时的时候，第一个帮赞就是伫画面当中有一个超出上帝的人，伊真正去互主得到。圣经对13节讲，安休日的时阵，因出去城门，因经过坐船来到迄个所在，对着这个托尼基遐一直来到欧洲这个所在，非常久长的一段时间。了后，因伫迄个所在知影讲遐有一个基督的所在，因就同齐做伙去。了后，伫遐呢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人，伫当中伊看到因的时阵，因就迎着伊三甲做伙来。因经过咱来看伫这当中啊，大声是这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人，或者律底亚。律底亚，咱斟酌看哦，律底亚伊的名字哈，就是讲殷勤用心做工课，这是律底亚伊名字的意思。哦，那是咱即摆的名哦，就是叫做殷勤啊啦，哦，毋是罔腰罔子，或者殷勤啊哈。了后，这当中哦，伊是啥卖紫色布匹的妇人人。圣经特别将着在卖紫色布匹的这个妇人人用改标出来的原因是，迄时阵的紫色哦，无亲像咱即摆用紫色真容易真容易就摕到。迄阵啊，要用到紫色的布匹的时阵，一爱落海泥内底裹一款泥啊，或者骨泥。那骨泥呢，伊裹起来了后，才甲伊的内面迄个物件，伊的汁，伊会分泌一种汁，甲伊挤出来。但是一只骨泥敢若有法度分泌出来，迄个紫色的骨汁一丝仔尔。所以，因若要落去迄个下骹面摕迄个骨泥的时阵，爱或者会做萝卜的落去。但是惊这做萝卜的人会偷走去，还是萝莉偷走去，所以拢会甲因绑做伙。但所以用安尼，所以要摕到迄个骨泥啊，非常无容易。但是这个律底亚，伊是一个殷勤的人，伊甚至毋是犹太人，伊是外邦人，伊对其他的所在来到伫这个所在徛起。了，伊伫这个所在做生意。伊伫这当中啊，伊是一个好野人。迄阵啊，皇帝甲王家贵族才会当穿紫色的，无亲像咱即马哦，凊彩穿，我要穿紫色的总统穿紫色，我嘛穿紫色。无迄阵啊，敢若是啥王孙贵族才有他穿紫色的，并且迄个紫色是伫日头光照落的时阵，伊会反金，会有一个光线的影会出来。哦，所以这是律底亚。过来律底亚呢，伊是素来敬拜上帝。伊敬拜上帝，对过去到现在，伊这个所在所讲的敬拜上帝、敬拜神，毋是讲伊敬拜耶和华上帝，毋是，是讲伊心中安怎有神的观念，所以伊咧超出神、超出上帝。但是这时阵圣经讲啥？讲耶和华上帝，互伊安怎听见，主就开破伊的心。互伊斟酌听保罗所讲的话，所以这个好野人伊安怎？伊知影一定有一个神，所以毋是好野人就袂信主。我毋知影律底亚伊安怎样啊？检查伊是趁钱趁到哪，趁甲伤过济哦，毋知影钱要哪开。发现讲迄钱嘛无啥，有钱有伊的路用，但是钱嘛有真济用无法度用钱去交换的物件。所以律底亚伫迄个时阵听保罗咧开破，伊伫迄个所在圣灵来感动伊，请斟酌。谈拄则贵主甲咱分享，是安怎爱为日本第选队祈祷，是安怎咱爱为着主日2的宴会祈祷，为着咱教会的事工祈祷，因为只有圣灵所做的工，咱是含圣灵三甲做伙同工，所以宣教的代志是对祈祷开始。伫祈祷当中成就，伫祈祷当中完成来感谢。所以保罗因伫迄个所在，毋是家己来呢。保罗因会来到马其顿，是迄个时阵圣灵来感动来拿扎，所以因伫迄当中受拿扎，因才安怎？因原本是要对东边去，但是上帝甲因讲，恁对西边来。
所以是通过祈祷开始来到马其顿，是通过祈祷进入，是通过祈祷了。上帝伫迄个时阵安怎样来竞选、来引带，互迄个超吹福音的律底啊，互迄个做生理卖知识布匹的律底啊，来得到救。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因就安尼行。了后律底啊信主了后，伊毋是干那感觉伫迄个所在信主。伊伫迄个所在讲一样代志，讲恁若是真正感觉我是认真侍奉上帝，请你来阮兜住。迄个时阵的人啊，要去住伫一个所在，也是要去住伫徛起的时阵，因迄古早迄个时阵啊，你看迄个大的即个金额是非常的贵，哦，所以女社的费用是真贵，所以因若要出门，一定要有朋友亲戚伫外口。若无，迄个所有非常贵。但是即个律底啊，伊是一个好业人，伊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伊伫即当中也是一个慷慨的人，伊就强强留保罗、西律甲路加因三甲做伙住伫迄个所在。即所以啊，伊讲啊，掠做我，安尼你就到阮当中来。伊入来，伊强烈甲因勉强，伊毋是干那。喙敦皮啊，讲一个，伊是真正伫即个事上三甲做伙有份。这是我2008年的时阵，4月11去东北宣教的时阵，我伫当中去宣教啊，阮了上课了的时阵啊，有一位姊妹啊，伊就伫迄个所在讲，牧师啊，恁伫遮服侍，吼，你若是感觉讲会当的时阵，拜托你吼来阮兜住一工。阮是住伫校来讲，牧师你来阮兜住一工啊。哦，了，伊伫迄一工的时阵哦，我甲伊讲，我住伫校就好好。伊就讲，我有甲校长讲过啊啦，吼伫校你爱爱款哦，牧师食，牧师你来阮兜食，我款到一工，伊就硬硬安尼甲阮中去。即个姊妹哦，我即个咧整理我的底选行程的时，想到伊看到伊的时阵哦，我才。看咧，伊就想到即项代志，姓强啊吼，一个梁下面一个强动的强，迄个叫做强哦。我是讲台语啦，我会记你是念强啦，我敬哦，敬哦，好，谢谢，多谢，敬啊吼，姓敬敬姊妹所以哦，就是伫即当中哦，我看到一个真大。我会发现讲哦，就是其实伊即个姊妹哦，原来是做生意的，但伊毋是卖布匹的啦吼。但是伊原来是一个富足的人，总是伊真慷慨。我买手的时阵才了解，伊嘛是为神人院奉献真济的姊妹。所以其实上帝咧超找遮个人，伊会兴起同齐伫遮个事工。圣经伫即个所在主要所讲，定定有送养人甲恁做伙，但是恁无一定定有我。即句话内底，圣经内底咧讲时机还是时候，有两种意思。时候是讲季节，春夏秋冬，行到啥物时阵，你的生日啥物岁，迄就是定到伫遐。但是时机是即个时阵出现，后盖安怎，就无一定有啊。咱要建堂，咱要修缮礼拜堂，还是毕业典礼，过去就无啊。高中了就换听候等大学等谈博士，博士了呢无啊。丧礼爱赶紧去参加，因为过来就无机会去看到迄个人，所以这是时机。所以圣经内底咧讲时间有这两种。那么把握服侍的机会，就亲像贵主坛拄分享的一个代志，伊讲伊要离开的时阵留了700块，互迄个家庭。那知影迄个700块，正是因迄个妈妈。判进去囡仔的注册费，所以把握迄个机会，有机会的时阵就去服侍；把握迄个机会，有机会的时阵就去奉献。第二部分呢，咱看到即间到保罗西律因来到伫即个所在，迄个城年内底有一个使女迎着因来，即个使女是有贵妇身的。了，即张电话，咱斟酌看这样代志，就是伊有贵妇身了，但是安怎？伊互即当中引起是祈祷的所在哦，但是伫即当中来互祈祷的时阵哦，你会看见，但是安怎？即当中即个思路来到即个所在，
圣经讲伊迎着因的面来，这个字吼迎着他的面来，这个字的意思是啥？是两个军队相对上、相对看，准备要相战。所以伫这当中，你通看见一个来宣告的过程会有阻挡无？会。魔鬼嘛，伫迄个所在一直要阻挡这个代志，但是伊即个人吼，就是魔鬼伫迄个所在，保罗因是基督的所在，但是魔鬼是伫迄个所在要来毁害上帝的国度。总伊用法术，但是保罗伫即个时阵用啥物话呢？伊直接用法术，并且是咱看见另外一部分是这主人啊，即个互鬼附身的，毋是干那一个主人。圣经讲啥？是有主人们。所以你着了解伫即当中有真大的溃烂，甚至这个人是安怎含邪灵交配的。今仔日咱也求主下面怜悯台湾真。但台湾不只有真侪强庙内底，含黑暗的势力是交配做伙的。这一点求主保守，求主怜悯赦免咱。也咱看到这代志的时阵，就亲像贵主坛拄仔讲，你的上帝若真正也听你，你是安怎摆骹摆手，你是安怎倒伫遮？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明白信上帝。到底是安怎样行，安怎样做？每次的时阵，这保罗伫迄个所在吼，甲伊赶出来，甲迄个鬼赶出来。但是咱会当看到一样代志，就是讲借着邪灵来控制别人，来得到利益甲财富。实际上，这就是干那甲魔鬼交结，同齐行伫迄款的道路。每次的时阵，虽然这个思路伫迄个所在啊。互恶鬼所附身，但是伊伫迄个所在毋敢顶动保罗因，但是伊伫后壁做这样代志，来工会兄，你搁起来一下，拜托来，拜托来，你来我遮一下，我这好朋友啊，才是安尼，这就是保罗啦，爱着行伫头前，你行伫头前，行，我甲你讲啊，这就是咧信耶稣呀，你行就好啊你。我甲你讲啊，这就是咧传信耶稣。我甲你讲啊，这就是咧传信耶稣。我甲你讲啊，就是咧传信耶稣，叫我头倒转来来。我甲你讲哦，好，这人因的耶稣偌厉害，好安怎样？我讲真正好，你著爱信耶稣，你著爱信耶稣啊！你安尼听，你敢会信耶稣？你会压杂到无？好，谢谢，多谢，请拍拍我一下啊，谢谢。所以就是安尼啊，所以保罗是安怎亚还起来？因为伊实际上毋是咧帮助保罗，伊是咧扰乱啊。所以保罗伫迄个时阵甲伊讲：“你出来。”了，伊就出来。了，这个主人吼，因怎样？因就真受气啊！因伫当中吼，伫遐非常受气。但圣经讲啥物啊？讲伊用法术、用巫术，互伊的主人，这正主人得到财利。但是保罗伫迄个所在甲伊讲：“你对伊心肠出来。”这个富人人的灵魂得到自由，但是你信耶稣敢的人，逐个人拢为你欢喜。我身躯的鬼，互人赶出去啊！互上帝怒卜甲我内面的鬼赶出去啊！你感觉敢逐个人拢会为我欢喜？我会讲无一定。利益既然的得到的时阵，利益既得者。既然得到利益的人，伊就袂简单甲伊手中的物件放下，伊一定安怎掠掉、抢掉、逮案。但是基督来是要讨绑一切受捆绑的灵魂，灵魂的自由是赢过所有对财富的掠夺。所以，亲爱的兄弟，咱来看见保罗是安怎伫当中甲伊赶出，上面是互这个富人人得到自由，上面是要显明福音的能力是大过财富。但是当咧传福音的时阵啊，伫即款当中啊，你讲咱会当看见第19节讲啥？这思路看到啊，这主人正主人看到这思路，看到这个思路，邪灵对伊的心肠出去啊，因就受气啊。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啊，
使女看到因得啊，这个的主人看到伊得到财物的这个望无啊，所以伊就安怎甲保罗甲西拉抽掉的，带去到官长的头前，剥了因的衫，甲因讲，佮甲伊关伫监狱内底。传福音的过程内底啊，伊伫遐呢有真侪苦难，无一定拢顺遂。但是上帝若是呼召你，你着行。咱就是三甲做伙去，伫主的恩典内底，同心做伙行。咱伫遮做，伫遐做。咱今仔日所做的，无论是伫老大人、伫少年人，咱三甲同心，甲主同心行，同心做，咱就会去经历上帝伊的活命。所以伫这当中啊，因伫遐呢，你注意斟酌，这官长吩咐人剥了因的衫，甲因用棍啊讲真久。你有注意这项代志安怎？敢审判？也未审判，但是就互讲。传福音的时阵，有的时原来容易这样，但是保罗因伫当中啊，伫遐呢，并无因为安尼来艰苦啊过头。咱看见圣经内底，咱若倒转去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因就是伫监狱当中，伫遐学乐，伫遐敬拜，伫遐感谢。到一个地步的时阵啊，上帝互地大震动啊，地动啊。结果地动，迄毋是干那普通的地动，圣经讲一个真有意思的，就是讲，这个伤患家伤，这内底，这伤患内底，因互人伫个所在。伫遐呢，当因为保罗甲西拉因伫遐来敬拜上帝的时阵，所有的这监狱的人，同齐拢伫遐听，听啊到地大震动的时阵，遐是啥？这个目狗啊，吼，这全部呐，拢裂开去。所以时阵啊，咧看过监狱的禁卒，伊就怎啊踹一个，这声惨啊！伊想讲，所有的监狱的人拢逃走啊。罪犯拢总逃走啊，就举刀要自杀。但是真有意思的一项代志是，连甲一个人逃走都拢总无。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因知影这项代志，含监狱的人都拢有法度体会到，这两个人一定是甲其他的囚犯无共款。因受关伫监狱内底，但是因会晓吟诗唱歌学乐，甚至乎地动，所以监狱的人嘛安怎看会出来，因是无共款的人，所以因就无震动。亲爱兄弟姊妹，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甲伊讲来。所以因带咱会当进入伫伊的阳光内底。但是对着这个代志内面，咱会当看见信仰的事件若牵涉到个人利益的时阵，就真容易互有心的人安怎，甲伊掠做变做政治事件，有无？所以保罗甲西拉因就是安尼啊，因伫咧传福音，但是因就牵涉到对着别人的利益有影响，所以遐受影响的人就唔甘愿。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基督的信仰无应该甲政治利益相交缠着。我一天看到一个代志，我心中实在不知啊真艰苦。这南教会为了要大罢免，所以设计一个符啊，分予信众。这款代志我无论别个教会是安怎看啊，但是我本身看这样代志是非常的无应该啊。教会是安怎为着罢免的问题？我毋是讲教会袂当支持罢免，但是当教会特别支持罢免的时阵，甲基督的信仰用做民间信仰的方法，伫当中互罢免事件演变做另外一款宗教的模式，这点我个人
我讲我个人的意见，我是无同意。求主帮助咱，互咱明白咱的界限伫倒位。属上帝的人所关心的是灵魂体，但是无认物主的人，这个思路的遐主人、正主人，因所关心的是物质甲财富的累积。咱今仔日信上帝，咱是关心人的灵魂，或者是关心着咱的财富的累积。咱若是干那关心着财富的累积，安尼恐惊咱就是甲迄个思路的正主人同款，甲黑暗的势力交结做伙，受袂迄了。所以保罗讲，亲爱兄弟姊妹，咱着听候互上帝来为咱伸冤。保罗家己未信主的人来实行这段话，所以保罗伊劝勉兄弟姊妹的时阵，伊照这个能力。这个时阵福音还未传到罗马，但是保罗伫写予罗马人书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讲，当伊写俾予罗马人的时候，伊讲啥？亲爱兄弟姊妹，所以咱毋好伸冤，因为我家己经历过，上帝会替我伸冤。所以你有斟酌到注意这样代志无？你活命的经历，会成做你真实的权柄。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活命爱有经历，才有真实的权柄。甲伊讲来。所以你看见，当这个禁足看顾家家的这个人，伊伫迄个所在，原本要背刀自杀啊，但是伊惊跳入去，伫保罗的面前拍落甲伊拜，甲伊讲：我要安怎样才会当得到救？这个人过去的时阵有啥？无听到伊就是亚军啊，讲保罗迄一位，你听我的意思无？因为伊伫迄个所在受命令来讲保罗嘛，所以甲伊关咧嘛。但是咱终其落尾一定会拄到迄个能力比咱搁较大迄一位。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江山是拍出来，这是世界的源头。终竟咱会拄到迄一位比咱能力搁较大的，你注定有迄一日。古早的时阵，我读高中的时阵啊，阮迄阵啊吼，阮迄阵啊搁有教官啊，迄阵啊拢爱穿乌鞋啊啦。啊，穿乌鞋的时阵，阮着吼安尼，阮着迄款介无守规矩的，穿乌鞋安怎？你着要偏偏来要甲伊穿白鞋啊啦。啊，买手的时阵哦，有一段时间哦，着甲伊换改白鞋啊。你敢会穿白鞋啊？无穿乌鞋啊啦。啊，着教官你也去，你知无？哦，啊，着伫遐徛，啊，着红念安尼念足久啦。我迄阵啊，佫有体罚的呢。哦，安尼讲三下呢，讲手呢，迄讲落是手安尼零呢。哦，迄过来讲写功课拢袂写出安尼。啊，我迄阵啊，好这合法体罚啊。阮若去互教官哦讲，啊叫互伊念出来，阮拢会讲一句话：你会留我会大啦。你听我意思无？你会留我会大啦嘿。啊只，我要讲的就是讲，注定有一天咱拢会留去，咱拢会开咱无去。但是当咱开咱无去，迄个时阵，请问你要挖靠谁？当咱人生行到上落尾的时阵，请问你要挖靠谁？你终究会拄到迄个开力比你更较大的。咱的人生注定有一天一定会无去，但是你要挖靠谁？圣经伫迄个所在，保罗对着这禁足甲伊讲你甲你一家拢需要相信主耶稣来领受救恩。禁足看到这代志，所以因就即时相信了。亲爱兄弟姊妹，耶稣基督的王权毋是拍出来，耶稣基督的王权是啥？听出来。保罗若伫迄个时阵报鸟鼠安尼讲，我奉主耶稣基督名，互你这个禁足马上死，禁足就灭亡啊！但是保罗讲啥？你着信主耶稣。伊虽然风拍风讲，但是伊讲啥？你着信主耶稣。
伊的娱乐、伊的敬拜，伊伫家国内底，因为娱乐甲敬拜所显明出来的代志，互禁足一家来得到救。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因原本是惊惊，但是因变做啥？喜乐。所以，咱谁来要相信？活命内底对头到落尾，咱谁来要宣告？咱所做的宣告是，咱当者当做宣告师，嘛会当做宣告的代志，或者是咱会当大声做宣告的代志，才做宣告师。日本伊的信主人口1/1以下，搁较少。所以另外一部分呢，日本呢，伊伫这当中有真侪的困难，所以请你为日本祈祷。即个去宣教的时阵，为着遮囡仔，为着因的家长来祈祷。咱总共有10位，但是咱5万会当招生招到30位。咱是安怎会去？我即届看的时阵真有意思啊！这是2024年的时阵啊，这个因的传道娘小雅，就是谈拄啊秀官这所讲的分享的小雅姊妹来，了伫教会来分享的时阵，我该看的时阵迄一届的时阵咱是7月28，去年7月28的时阵邀请伊来做礼拜，我就甲伊讲，拜托伊到难得转来，所以就甲伊心中内底有一个感动，我就甲伊讲，无安排你来分享。结果的时阵就是啥，真正就受感动嘛所以咱秀官这嘛是伫迄一天的时阵受感动。结果的时阵我嘛感觉真有意思呢。阮今年咧超时间的时候，伊是去年7月28来教会分享，咱是今年7月28要出发呢。多过一年，多一年大真有意思的文典。了真有意思就是啥？伊就是上尾啦，伫宣教的路程，伊5万会到一寡协助甲祈祷啦。你知影迄一天的时阵伊讲到尾手的时阵讲牧师就甲我问讲伫宣教的路上有啥物爱带导爱甲支持的？伊讲无安尼啦，牧师伊伫讲道的时阵讲的嘛。用牧师那这样子好了，明年看能不能组一个宣教队来我们日本来帮忙我们刷天花板做短宣做什么？嘿，一个讲，我买手的时阵我就有甲各位讲过去年的时阵上帝就甲咱讲。开始爱为宣教准备，所以我为着这代志祈祷的时阵，所以日本团其实咧招募的时阵，真紧一时就满。所以上帝伫这当中爱咱三甲做伙做，亲爱兄弟，我期待咱会当三甲伫这事上同齐做伙。这是咱教会60周年，你今仔日让我看到一个迄个有无？这周报纸你有摕到一个这无？这毋是要为着60周年。来看无？咱教会60周年已经过足久啊！你知无但咱即摆已经70几年啦，72年了，但是咱一直拢是啥勤俭持家，所以要甲这地摕来为日本的奉献、宣教奉献。所以呢，我诚恳邀请你同齐做伙来为着这事工奉献。来，这是咱即届去的全部的这个费用大概一个人是36500块，了还有这件所以全部的费用是36500，佮加上这，所以呢，36万，10个36万，所以佮加上这费用，所以爱37万5，当然，一个人负担是36000几，亲爱兄弟姊妹。你的奉献，就亲像律底亚的奉献，伫这所在三甲做伙有份，求主帮助咱，施恩伫咱的身上。伫这当中，你毋好出伫勉强，每一家的奉献就亲像迄个啥律底亚，亲像迄个啥敬姊妹讲敬姊妹。互咱三甲伫遮事上同心有份，所以牧师诚恳来邀请咱为着日本第选同齐来侍奉，并着主伫你内面的感动，毋是出伫勉强，乃是上帝伫你心中的感动。
欢喜来奉献，真侪上帝伫这个世间上，甲你、甲阮，咱三甲做伙同工，咱同齐额头来祈祷。主你亲自赐恩伫阮当中，保守引带阮，阮伫即时要来奉献。但愿你赐恩伫阮当中，保守阮，互阮进入伫主你的心意内底，互阮甲你相同行，用主你对阮的呼召，伫阮心中的感动来做回应，照主你所应允，甲主你同行，主你欢喜，主阮也庆，主你也欢喜，互阮三甲伫宣教的事上三甲有份。愿荣光归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首先来欢迎咱的新朋友，了后咱同齐来欢迎。今日真欢喜哦，这个啥物啊？真君姐的爸爸妈妈吼，有来到咱当中哦。刘爷爷吼，甲刘妈妈吼，来到咱当中哦，感谢主，谢谢，欢迎，非常感谢主哦。哦，望咱会后的时阵会当搁含刘爷爷吼三甲做伙分享。你敢知我是安怎叫伊刘爷爷？因孙啊吼，甲金月新吼是同学对无？对啊，我会记你是同学对嘿。所以吼，所以阵吼我拢叫伊刘爷爷。嘿，所以真欢喜会当伫上帝厅内底，今仔日会当三甲来人当中吼伫。对着社区关怀，对着咱兄弟姊妹甲邀请望咱会通伫主的内面继续三甲做伙。明日久远，澳门老了，所以有点差时。刘爷爷的那是我们彩虹的班级的学生。好安尼吼，好歹势搁多一点，好，谢谢，多谢。我着咱袂记了年纪老迈来好。好，咱即时三甲起立，同齐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我的心，我的哪一首诗歌？不是哦，好像不是那一首，是那一首吗？好，看一下。永远称颂你，哈利路亚。我的心，我的王，我要尊重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要每日吟诗，我要永远学乐，你是一大堪受大学乐。我的心，我的王，我要尊重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要每日吟诗，我要永远学乐，你是一大堪受大学乐。万世万代拢要学落你，要保养你权能作为，传播你威严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万世万代拢要学落你，要保养你权能作为。传播你威严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万世万代拢要学落你，要保养你权能作为，传播你威严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万世万代拢要学落你，要保养你权能作为，传播你威严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愿全能的主亲自纪念你所奉献的一切。借着你所奉献的真侪福音的路用，
并且伫一切事上，因为你的忠心甲良善，伫你的活命，伫你的家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并照主所应允的，亲自赏赐予你灵魂体的健康，互你的家庭出入一切尽拢平安，互你手中所做的诚侪正人的祝福。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乎三位一体的上帝，平安喜乐稳定甲疼痛归伫你甲你的全家，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咱今日祈祷今日主日崇拜第一堂就到这，愿上帝赐福大家平安，请坐。